大好地狱，大嚎叫地狱。阎罗狱卒们手持令人恐怖的兵器，将地狱的无量众生驱赶到双重铁门炙热的铁石中，然后用铁锤等捶打他们。这些众生想到内外两个门都是用铁水浇筑，即便能逃脱内门，却难逃外门。不什么不断是不禁大声悲惨喊叫。数量，人间800年是乐化田的一天，乐化田的8000年是大嚎叫地狱的一天。这样，此地狱的众生要感受8000年的痛苦。6. 烧热地狱，犹如3000大千世界一样大的铁器内充满了沸腾的铁水，地狱的无量众生在里面煎熬，痛苦难忍。每次他们浮到水面时，阎罗什么？阎罗狱卒被阎罗狱便会被阎罗狱卒们用铁钩箍住，用铁锤捶打他们的头。因为婚前之时亦无痛苦的感觉，便以为是一种安乐。所以那些众生呢，就是在铁锅里面烧猪的时候呢，就是当然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没有一点点能够可以在休息安乐的时间。所以就是如果是被他们打到怎么说呢，那个打昏了以后呢，觉得那一段时间里面是比较幸福。所以众生就是这样，在痛苦的里面也是得到一点点的那种混结的过程当中，他都觉得这个中间是比较幸福一点，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幸福感，其他的这种安乐的一个实践。醒来到哪里啊？醒后急是吧？对。当时醒后急，感受强烈的痛苦。数量，人间1600年前是他化自在地的一天，他化自在天的16000年是烧热地狱的一天。此一众生需要感受长达16000年的痛苦。极热地狱，燃火的台屋里，阎罗狱卒们用火红的3件铁矛，从此地狱众生的两足掌和肛门刺入，从上肩和头顶径直穿出，并有燃烧的铁片在他们的身外缠绕，极为痛苦。数量长达半个钟节，因此无法用人听见的年数来衡量，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用人间的年数来衡量。那么这些我们就常常就那些对虐待其他的这些动物嘛，人类的就是为了要吃的，然后比如说那个虾鱼啊，那些活的，就是用这个竹签或者是铁石，就是这样从整个的身体穿了以后，就是这种烧焦，都是差不多的同样的。但是这些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次，但是呢，就是一个众生的这种地狱的众生来说，就不光是一次又一次，就他的这个寿命的时间没有结束之前，都是必须的要痛苦。像比如说地狱中的这些众生，他的过去的累积上有没有一些善事跟善的功德？有，都是存在的。但是他什么时候能感受到过去的这些善果呢？
因为善跟恶的这个果报，善跟恶的这个它的那个大小是差太大了，所以先必须得要感受恶的果报，就是在地狱当中。地狱的寿命结束了，然后才开始没有下地狱之前的这些果报，就开始再感受一点的，就是这样来的。本身的因果就是这样来的，哪一个是比较重，哪一个是先来，哪一个是比较大，哪一个是先来。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是变成人生，然后有机会修持的时候就。这短的时间里面，要精进努力的修持，是相当就是一个一个机会一样的。那我们这一次当中获得人生，而且是得到了下满人生，那是不是过去完完全全没有什么会下地狱等等的那种的罪过啊？那也不可能的。但是过去也有业力，但是不到真正的会下地狱的，所以就是在有可以能够这一次。投胎做人的这个因缘，这个福报是比过去造的业力更大。这次我们善的业力就是比过去的恶的业力更大一点，所以呢，我们就是获得了一个人生。那么这次这个人生我们也没有好好的修持，让它就是随便的就浪费的话，那就下一个出现的是过去的恶业，或者是在死的善业，这就不好说。所以在作为人生的这个时间呢，就是相当就是作为地狱的众生的时候，他在整个的反正就是他的500年也好，他的1000年也好，他的2000年也好，他的寿命的时间当中呢，该消除的所有的就是该怎么说感受的所有的痛苦都是在感受一样。那感受完了以后，他又感到在更早的这个善的因缘，所以可能是他从地狱里面投胎到其他的。比地狱更轻松的地方，相当这样。我们现在就是做人的过程当中，也有过去的一定的福报，就变成人的时候，在我们做人的这个人的几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该感受的全部感受完了以后呢，下一个等待我们的是肯定是不是什么好的。所以比起地狱恶鬼来说的话，就人类是更幸福一点嘛。所以我们这一次当中能够可以修到好一点的话，反正是有路的也好，无路的功德也好，如果是修的无路的功德修得好一点，修信人啊，那么就是在修信修得好一点的话，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这是肯定的。那如果是不是修信的人，做世间的一些善事的人，也许可能也是做的功德大，修的善多的话，他可能下一次是人，或者是功德更大的话，就变成天人，都是有可能。但是这个人生当中的所有的过去的福报都是自己去享用，没有去修一点点的那种善的功德的情况下，那他就死了以后呢，肯定就是会非常严重的，那就地狱或者是恶鬼出生这3个以外，那就做人的机会都可以说是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这些来说的话，很多时间从年轻到年老的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很好的，但不做任何的善事的。但是等到老的时候呢，就是贫穷，然后饿死的都有嘛。那这些来说的话，已经是如果饿死的人，已经是有恶鬼的前兆已经出现了在他的身边。所以呢，下一世肯定就是恶鬼或者是地狱那种或者是病的痛苦到完全不行的，然后最后就是走的时候，那些来说的就完完全全就是已经是地狱恶鬼的前兆都已经来了。那这个里面又有不同的，就像比如说有些修信人他走的时候呢，就是没有生病，也是有非常安然的就延吉的，这样也有。但是也是有些修信人到了死的时候就是非常痛苦的到死之前就是非常痛苦的，会生病很长时间，然后呢就是非常痛苦的那种也有。那种为什么这样呢？那种来说的说明他还没有消除的一些业障呢，他就是短的人类的1年2年的时间，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或这样痛苦一下的话，那所有的他在六道轮回当中所痛苦的全部都已经圆满了。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圆满了，能够可以再重活的，就这样解脱。有这样的那个怎么是原因也有。所以呢，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修行人
他们都是在死之前就是没有病，然后就是不会痛苦，然后死的那一天也是就像就是安然的就走，这种也是不能这样去，我们从那种怎么说呢，表面来看来决定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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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但是对于一个实践人来说吧，就完完全全就是差不多，就是他到走的那一天就是会怎么样的，就会就开始就下意识就已经是接近那种都是会有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我们要知道因果，它呢就是看谁是天谁是户，这些来说的就分的细的话，就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第八，无间地狱，周围有16个近遍地狱围绕的燃火铁屋里，阎罗狱卒无量众生怎么说呢？地狱的无量众生被阎罗狱卒们将放到堆积如山，然后如木炭般燃火的铁块中什么铁块中央，用什么豹皮和虎皮所什么所制的皮火筒吹火，将此地狱众生的身体与火燃为一体，感受强烈的痛苦，只能听到他们大声吼叫的声音，而看不见他们的身体。对，他们不断升起想解脱的念头，却没有解脱的时候。有时火门稍稍打开一点，他们企图逃出，狱卒们只用铁炉、棍棒、铁锤等打击他们，并将他们口中灌注沸腾的铁水等，需要感受前7种地狱的所有痛苦，数量长达1中间，再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痛苦，所以称为无间地狱。造无间罪业的众生，或一如密乘对金刚阿斯利产生邪见的人，将转生到此地狱，以其他业力不会转生于此地。所以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对我们修持密法的人是非常重要。这个方面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想，这就是无间地狱，而且是所谓的金刚地狱所谓的无间是什么？它是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就可以说是这个里面一进入这里面的话，永远就是逃不出来的。所以呢，就是我们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来说到，很多进入密法的密宗的弟子们这个是非常容易的破坏这个戒。所以破戒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方面来说呢，就相当就是2个人彼此之间产生邪见之心，或者是产生嗔恨之心的话，2个人同样的产生嗔恨之心的话，2个人都会下地狱的。2个人彼此之间呢，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嗔恨心跟邪见心的话，另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并没有产生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产生嗔恨心跟没有产生出离心的人，那他呢就是不会是一起下地狱的。但是最主要呢，产生嗔恨心跟产生邪见之心的这个人呢，就是没有办法跑。但是从一个密宗的我们的这个戒律上来说到，就上师以及弟子跟所有的金刚师兄们能够可以解脱的话，大家的
这个怎么说呢？戒律都是要清净。其中一个人的戒律不清净的话，一个人破坏了戒律的话，影响到所有的人是没有错的，但是不会怎么说呢？弄到全部人一起下地狱的。所以因为一个人的原因呢，就所有的人都是对上师产生了邪见心，对金刚师兄产生了邪见心的话，那全部人都会下地狱，这是肯定的。但是没有产生这种嗔恨心，没有产生邪见之心的情况下，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下地狱，这个方面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因果是分得非常的仔细的。我们人类就觉得啊，法律是很公道，对吧？但是因果是比法律更公道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一定要大家知道，因为自己是不是所有的这些嗔恨心的缘起，是不是自己是所有的这种那种怎么说呢？那个邪见之心的原因缘故，这些都一定要看。如果是自己有这种邪见之心或者是嗔恨之心的话，那必须得要忏悔。在人间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忏悔是有机会的尤其是密宗的这些戒律这些来说的话，那么这忏悔也是有忏悔的时间，3年之内忏悔是非常容易的，3年之后的话就会很辛苦的，相当就是曾经有产生过这些不好的事情，那么就是过了，当然就是忏悔是越早越好，然后在时间越长就越不好的。就是它的一个极限，就是3年之内的话，可以完全忏悔，不用下金刚地狱。但是3年之后的话，也是可以忏悔，但是就是很难，非常难的。所以这些方面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些很多方面，实际上真正的想到，我就像前面说的一样，一些产生这些的这种问题都是，当然会有一些过去的业力，这是没有办法讲的。除了以外，今生能够看得到的部分来说到，就只是大家的一些自己的一种想法、思想而已，一些想法、一些概念然后就是有看的深远和看不深远等等的这种。然后尤其是在藏传佛教传扬在各个地方的话，所有的上师们都是来自远处的都不是自己民族的，也不是自己的当地的人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对于很多弟子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上是怎么说呢？相当就是有点那个为所谓的那种时间的那种想法来说的，相当有一点点，反正他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人，而且他也不是我们的人，什么等等的这种想法。可以的时候就是学一些，不可以的时候就马上离开。这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来说的话，今天时间的任何关系都是可以这样说的。那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很好的事情，但是法的关系就不是这个样子的。法的关系来说的话，就是已经是完全关系到你死后要不要去下金刚地狱，或者你死后要不要解脱，就关键在这2个时间。那么就是不用管他是什么民族，或是他是炎帝来的，或是在晋地的，他是有地位的或者没有地位的，他是有威力的没有威力的，他是有金钱的没有金钱，这些都不重要的。关键就是在哪里？就是在我们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所传给我们的殊胜的教法，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想法，就是想要这个学习这个法，然后对这个法有信心，所以就聚在一起的。学得好，一起可以成佛，一起解脱；学不好，就会下地狱。那下地狱的时候呢，就看谁做就谁就下地狱。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一定要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后我们一定要任何一个人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今天说的，以后你们必须得要记得，在自己的人生中遇到过的所有一切的人，曾经呢就是伤害过你的人，曾经帮助过你的人，都是作为我们的回向的对境，然后不能记任何的处。我们没有办法在报答他的恩德的情况下，也是不要记任何的处，而且是实践的报答的恩德的方式来说的话，就事实上一个做人的一个道理来说的话很好的，但是最好的报答的恩德呢，就是报答恩德的方式就是发菩提心。曾经帮助过的你的人，现在不喜欢你、讨厌你，
你也没有关系，你就自己不要去不喜欢它。你在做任何善事、任何功德的时候，就必须得要默默的去回向给他，要好好的去为了他发心，要回向给他。这样的情况下，对他也有帮助。最终呢，就是你自己没有造任何业以外，你就修了很多的功德，你就做到了为一切众生的发心。当中呢，就是最主要呢，就是对你不好的人，你也是有做到这样的发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实践人一样，因为过去关系特别好的人，到现在也关系很好，到最后也关系很好，这种方面来说到也是非常难的。但是这个时间的关系来说到，好也好，不好也好，这也并不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呢，你跟他之间的保持一个，你跟一个众生之间的这个菩提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修持佛法，而且是大乘佛教的修持者，那么我们要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那我们不是一个修行人。那么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修行人的情况下，我们每天到晚都是在拿着一个经书，然后再跑来跑去，这些都是不断的在造业而已。因为你根本不是一个菩提心，你根本不是一个修行人。因为是什么？你对众生没有菩提心，对六道轮回没有产生出离心，没有，你对地狱的恐惧感、害怕你也没有，然后对人生的无常心你也没有，那你为了什么呢？为了这时间的有一点点的那肯定是说你是一个修行人，人家说你是不是比较好听一点，或者是你把它当做一个兴趣来看这些，那这些来说的话就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就相当就变成一个他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就变成一个文化，答不出来的，没有答案的，得不到答案的，那这种的众生有没有？就是有一些，所以我们经常都说，我们进入佛门以后，最需要害怕的部分这里，最需要重视的地方在这里。其他的就是杀人放火等等的这些业是不太会去造，本身对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实践的法力也是一个那么除了这个实践法力以外，相当就是去杀生、骗人等等这些各个方面，或者是这些方面来说的，就相对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就比其他的人少很多。一定是作为一个修行人皈依了上师，而且是自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金刚师兄的情况下，不会造这些业。但是相当我们刚刚就是下金刚地狱的这个部分来说到，就大家都一定要小心这个部分来说到非常重要的。那这些呢，就是并不是说是谁做出来，比如说今天那个普贤上师研究这本书里面，巴珠仁波切写这个也并不是说是他为了他的弟子们对他不要产生这种邪见之心，所以就把这个也写上去，不是这样的。佛也不是这样的，所以都是为了一切众生能够可以真正的要脱离六道轮回的话，那佛陀所看到的所谓的因果，因为造了什么样子的业，就会有什么样子的果，这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了知了一切六道轮回的所有的这个真实的情况、真实的因果，所以就是一一的，就是分别讲出来给我们听的。那所以我们去看一个佛经的话，这里面看到的也是一项然后逐步的，所以有佛经是特别多。但是在藏传佛教的这些怎么说呢？上师们著作的这些书本里面呢，都是讲到的都是纲要的，很多的那个佛经的最精华的内容都是集中在让我们更容易能够可以听得懂的，就是就像大圆满法来说的，一个人一生当中，主要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往这个路上走，是你自己。如果是一个人往这个路上走，你有这个原因，有这个心的话，那就能够可以解脱的，能够可以真正的就是很短的时间里面能成佛的方法，都是集中在一个课本里面的，就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们就在
今天如果是去仅仅就是要去翻一些佛经的话，那可能翻很多的佛经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啊，而且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很多都是听不懂的，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变成反效果的，但也有的。所以这些来说的话，就不是在佛经跟佛经之间，或者是佛前面说的跟后面说的之间会是不是有摩登？不是摩登，没有任何摩登。但是我们去学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智慧所了解的跟了解不了的，或者是误解的，这个问题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就是在整个的佛教当中来说到，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时代，是藏传佛教是非常的殊胜。殊胜的意思是什么？最简单的，把它整个的佛的一切的想法都是变成怎么说呢？一种课程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就是在怎么说呢？从那兰陀寺的佛学院开始，都变成这么殊胜的教材，然后就是直接可以拿来修持，只要是自己愿意修，就今生就能够可以成佛的这种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集中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像今天学习到这里一样，学习过的这个部分来说的，就几乎一定要经常要使用。自本作人着康中